大家好，歡迎嚟到資訊補給站，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亨利陳。現代人生活節奏快，想讀書又冇時間，冇問題，我哋精心揀好書，將每本書嘅核心內容濃縮分享俾你哋聽。無論你係返工途中，定係瞓覺前想放鬆一下，都可以讓你零負擔吸收書中嘅精華。今日為大家準備嘅書就係《自私的基因》。先想像幾個場景，返工就快遲到。你衝去搭升降機，遠處見有人都趕緊過嚟，你心裏會唔會希望升降機門快啲關？又或者如果你跌咗落水，有人過嚟救你，你會唔會為咗自己浮上水面，連救你的人都按落水？再講火災現場淨得一個逃生門，你願意讓路俾陌生人呢？大家唔使急住自我反省，因為生物學界有個觀點就係，無論你係平日想自己過得好啲，或為下一代爭取更好嘅生活，甚至災難面前嘅求生反應，其實都係基因話事。基因嘅本質就係力求長久生存同不斷繁衍。提出呢個觀點嘅就係呢本書嘅作者理查浩道金斯。道金斯係全球都好有影響力嘅科學家，身兼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同時亦係著名嘅科作譜家同生物學家。佢之所以咁出名，除咗學術成就，仲因為佢寫嘅科普好易讀，好吸引人。而呢本《自私的基因》就係佢嘅代表作，風靡全球超過40年，影響咗整個時代。書裏面對人類生物本性嘅描述，俾咗一個全新嘅世界觀俾大家。連《自私的基因》呢個名都成為咗英文裏面嘅固定用語添。下邊我哋就從3個部分拆解呢本書嘅精華。第一，追溯翻遠古時期，搞清楚生命到底從邊度嚟。第二，深入了解到金斯嘅核心觀點，基因嘅自私性點樣影響到人類嘅行為。第三，探討下人類到底可唔可以擺脫呢種自私宿命，憑住自己嘅意志同自私基因對抗。相信聽完之後，你對人性、對生命嘅意義都會有另一層理解。好啦，現在就開始啦。首先從第一個根本性問題開始，生命從何而來？自私的基因裏面係咁講嘅，30幾億年以嚟，地球上面一直有各種生命，但關於生命存在嘅原理，長期都冇一個令人信服嘅答案。直到後來，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而家呢個理論係被大多數人認同。進化論最核心嘅就係自然選擇，即係話生物喺惡劣環境同競爭入邊，會以適者生存，不適者會被淘汰，也就是大家常聽嘅汰弱留強。好多例子都可以證明，比如長頸鹿，佢哋嘅祖先唔係全部都有長頸，有部分頸好短，食物充足嘅時候，大家都有得食，冇問題。但當地面嘅青草食晒之後，短頸嘅長頸鹿就會冇嘢食，慢慢滅絕，而長頸嘅因為救到樹上嘅葉子，先至可以生存落嚟，同短頸長頸鹿一樣。好多曾經喺地球上面嘅動植物，而家都唔見咗。咁大家可能會覺得汰弱留強嘅主體應該就係生物個體啦，但道金斯好明確咁指出，自然選擇嘅基本單位唔係生物個體，亦都唔係群體，而係遺傳單位。基因就好似恐龍，雖然早就滅絕咗，但係佢哋嘅基因仲可以喺而家嘅鳥類身上找到，所以真正做到適者生存嘅其實係基因。但問題嚟啦，世界上最早嘅基因同最早嘅生物到底點樣出現？呢個就好似有雞先定有蛋先一樣難答。咁我哋追溯翻遠古嘅時期，呢度要引用書中一個概念，原始湯。呢個湯唔係用嚟飲噶，大家可以理解為大約30到40億到年前，地球上面嘅海洋，呢個海洋裏面除咗水、鹽、礦物質，仲有好多有機物質。呢啲有機物質喺某些地方聚集起身，體積好細，但喺太陽紫外線、在風雨雷電嘅催化之下，有啲會破碎，有啲會重新組合，變成結構更複雜嘅物質。經過無數次嘅結合同重組，終於有一日，一個具備自我複製能力嘅小分子形成咗。我哋暫時叫佢做複製因子。呢個複製因子一出現，就喺海洋裏面不斷吸收周圍嘅營養，拼命複製自己，最後形成咗一個好大嘅群體，全部都係佢嘅複製品，
不過每次復製嘅時候，都會受原始海洋惡劣環境影響，好容易出現偏差。呢種偏差有可能係壞嘅，影響整個群體嘅生存，亦有可能係好嘅，帶來正面嘅改良。偏差仲帶嚟一個結果，海洋裏面慢慢出現咗好多唔同種類嘅複製因子，佢哋嘅壽命、複製速度都唔一樣，壽命長嘅，複製次數多，更容易存活，複製速度快、能力強嘅，亦都更有優勢。於是各種複製因子之間就開始競爭。雖然佢哋冇人類咁嘅主觀意識，但因為自然選擇，弱小嘅會被淘汰，存活落嚟嘅只會越強大。仲未完㗎，有啲複製因子無意地開始收集周圍嘅化學物質，為自己打造咗一層蛋白質外殼，保護自己。呢個就係地球上面第一批生命細胞。細胞就好似複製因子嘅容器，負責保護同運載佢哋，等佢哋複製得更安全、更順暢。就好似一台機器，細胞會聽從複製因子嘅指令，吸收營養，再複製出一個一模一樣嘅自己。最初呢個容器只係一層薄殼，但隨住環境變得越嚟越惡劣，競爭越嚟越激烈，容器嘅體積會變大，結構要變複雜，先至可以確保裡面嘅複製因子能生存。於是呢啲複製因子就製造出各種各樣嘅細胞，再慢慢演化成更多細胞生物。經過30幾億年，而家嘅情況就係細胞存在於人類同所有生物嘅體內，而當年嘅複製因子就喺每一個細胞裡面，透過間接嘅方式操控住佢哋所處嘅個體。而家我哋俾呢啲複製因子改個名叫基因。呢啲基因從最初出現到而家，經過億萬年，創造咗地球上面眾多嘅物種，無論係人類、動物定植物。我哋體內基因其實都帶有地球最早那個基因嘅成分。道金斯其實俾咗一個全新嘅角度，我哋睇世界。真正主導生命演化嘅唔係某個生物個體，亦都唔係某個物種，而係基因。以前我哋以為人類由古堡進化而來，其他動植物亦都有自己嘅進化路徑，但呢種思路太簡單唔完整，因為再往前追溯，生命始終要有一個起點，而呢個起點就係基因。基因從誕生嘅一刻起，就帶住自私嘅天然屬性。呢度嘅自私，大家可以理解為佢哋只會一心追求自己嘅生存同自我複製，絕對唔會為咗其他基因嘅利益就放棄自己嘅活性，停止複製。所以喺惡劣環境下，自私嘅基因會盡一切辦法搶奪周圍嘅資源，令自己更強大、更安全。一方面，基因為咗更好地保護自己，製造出咗細胞，從單細胞演化到多細胞，再到複雜嘅生命個體。另一方面，為咗更安全地生存同複製，基因會透過間接方式操控生命個體，先給細胞下指令，再由細胞刺激生物身體做出反應。以人類自己舉例，無論係生理反應定係主觀意識，歸根究底都係為咗更好地生存，同為下一代創造更好嘅條件。比如肚餓想食嘢，口渴想飲水，身體生長、新陳代謝。生病之後，免疫系統會自動反應，又或者學知識提升競爭力，追求美好生活，甚至喺壓力下嘅情緒波動、災難面前嘅求生本能。表面上睇好似都係我哋自己話事，但背後其實係基因，就好似電腦程式一樣，一早寫好㗎啦。目的就係令我哋有足夠嘅實力保護好體內嘅基因，等佢哋可以一直保持活性，不斷複製。講到呢度，大家可能覺得唔可信，畢竟我哋對自己身體嘅掌控感好真實，想做咩、想食咩、想學咩，難道唔係大腦主觀決定嘅？點會變成基因操控我哋？大家冷靜諗下就會發現關鍵。雖然主觀決定由大腦發出，但大腦本身就係基因製造出來嘅。為咗自己可以更好地活下去，先創造咗大腦呢個保護工具。後來細胞演化成複雜生物，面對越嚟越激烈嘅競爭同惡劣環境，基因需要一個中央協調系統，就係大腦，去指揮身體對應外界變化。至於植物同微生物，亦都會演化出屬於自己嘅自我保護機制。人類同其他動物一樣，都係透過大腦控制肌肉，指導身體行動，包括食飯、學習、
工作。雖然基因唔會時時刻刻干預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個細小決定，但佢就好似為大腦編好咗基礎程式，令大腦做出嘅決定大多數都符合生存與繁衍嘅目標，所以生物先至會喺飢餓環境同巨大競爭壓力下以本能求生，唔會輕易放棄。各種動物都會盡全力尋找食物，躲避天敵，而人類同其他動物都會喺合適年齡分泌荷爾蒙，產生尋找配偶嘅衝動。找到合適對象之後，仲會將自己嘅生理優勢遺傳俾後代，等後代可以更好地生存。道金斯有句說話好經典，成功基因嘅一個特點就係無情嘅自私性，而基因嘅自私性亦都導致咗生物行為嘅自私性。有啲生物嘅行為會顯得好極端。書中講咗幾個自然界嘅例子。第一種係黑頭鷗，成年黑頭鷗有時會趁同伴轉身或者出去覓食嘅時候，食咗一部分自己嘅初料，只保留另一部分。呢種行為唔係因為無情，而係自私嘅基因決定㗎。大家諗下，如果成年黑頭鷗唔出去覓食，自己就會餓死，根本冇能力照顧初料。但如果出去覓食，初料冇人看管，又好容易遇到危險，所以佢哋唯一嘅選擇就係食一部分初料嚟補充體能，先照顧剩低嘅。比起一窩初苗全部死晒，以保住一部分後代，明顯更值得。呢個就係基因寫入佢哋本能程式。第二個例子係螳螂，大多數螳螂每日都處於飢餓狀態。因為佢哋能夠捕捉到食物有限，淨係見到身邊好近嘅小昆蟲先有機會食到，所以好多雌性螳螂喺同雄性交配後會直接吃掉雄性螳螂。呢個過程好似好殘忍，但喺極度飢餓嘅雌螳螂眼中，雄性螳螂已經唔係配偶，唔係同類，而係一頓送到面前嘅美食。只有吃掉呢頓美食，佢先有足夠體能培育下一代。呢都係基因注定嘅本性。一切都為咗生存同繁衍，我哋唔可以用人類嘅道德觀去評判。不過，就算人類有道德同法律約束，好多心態同行為一樣受自私基因嘅操控。比如父母偏心、男性出軌呢兩種常見現象，都可以用呢個理論解釋。先講父母偏心，如果一個家庭生咗好幾個小朋友，其中一個身體弱、發育不良，喺資源極度有限嘅情況下，父母好可能會偏心哪個更健康、更聰明嘅小朋友，甚至會捨棄彈藥嘅那個。外界可能會用道德譴責對父母，但自私嘅基因依然會喺背後驅使呢種行為。呢種想法根深蒂固，係刻喺大腦深處嘅本能，有後代流傳，始終比全部後代都消失好。而要確保後代能夠存活，最有效嘅辦法就係將有限嘅資源集中俾最有機會活下去嘅那個小朋友。再講男性出軌呢個問題困擾咗好多女性。按照自私的基因嘅說法，男性出軌嘅本質係為咗不斷擴散自己嘅基因。呢句說話聽起好刺耳，但書中講呢點並唔係為出軌嘅男性辯護，而係闡述一個生物學現象。自然界中，雄性嘅精子細小而數量多，雌性嘅卵子巨大而數量少。雄性無需經歷懷孕、生產嘅過程，所以有更多時間同精力去完成基因交俾佢哋嘅複製任務。前面講過，基因嘅核心目標就係生存同複製，所以喺身體激素嘅刺激下，雄性會本能地希望同更多異性交配，擴大自己基因嘅傳播範圍。就算喺現代社會有道德同法律嘅約束，男性依然會受到呢種本能嘅影響。至於最終能否克制呢種衝動，就睇個人意志力。總結埋前面嘅例子，道金斯嘅核心觀點好清晰：基因嘅自私性決定咗生物嘅自私性。基因嘅終極目標係生存同複製，所以佢製造出來嘅工具，包括人類在內嘅所有生物行為都會受到基因嘅深層影響。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灰心。既然自私係基因注定宿命，咁再努力又有咩用？其實唔係咁樣㗎。呢本書唔係要大家悲觀咁看待人性同人生，反而提出咗一個好積極嘅觀點。雖然人類都有自私本能，但好多人喺思想層面已經可以做到利己同利他嘅統一，甚至利他嘅部分更多。隨住文化傳承、教育普及同社會發展，人類已經有足夠強大嘅能力
去對抗自私嘅基因，而且各個國家、政府、群體都不斷宣揚善良同美好，追求安定和平，反對戰爭，呢種無私行為係同基因自私屬性相對抗嘅精神文化成果，係人類社會獨有嘅，同基因本身冇關係。人類可以用複雜嘅語言文字溝通，創作文學、藝術作品，透過教育將歷史文化傳承俾下一代。但基因嘅自私屬性始終都存在，因為基因並唔係有智慧嘅生命體，佢哋只會保持活性，不斷複製，唔會因為人類嘅道德感化改變自己求生複製嘅核心目標。關於人類呢種獨有嘅對抗自私基因嘅能力，杜金斯仲提出咗一個新名詞，微因呢個詞嘅意思就係文化嘅傳承同複製，包括我哋細細個接受嘅文化教育、社會規則訓練、工作技能培養以及對文學藝術嘅欣賞。迷因可以從一個人嘅大腦傳到另一個人大腦，就好似大家而家聽我解讀呢本書。如果人類冇語言文字、冇書籍繪畫、冇音樂、舞蹈，呢本書嘅知識又點會傳到大家耳中？若無數千年文化知識嘅積累同傳承，一個人喺短短幾十年嘅生命入面，根本不可能創造出如此龐大嘅智慧寶庫。正因為人類有呢個文化寶庫，所以每一個新生嬰兒都唔係從零開始，而係站在前人嘅肩膀上成長。呢個就係迷因嘅力量。大家可能會問，除咗人類，其他動物都有好多利他行為，難道佢哋都有迷因能力？答案係否定嘅。杜金斯明確指出，雖然基因會驅使好多動物做出利他行為，甚至犧牲自己嘅生命，但呢啲行為嘅本質依然係為咗實現自私嘅目標。比如有啲雀仔見到老鷹飛近嘅時候，會發出一種特別嘅警告聲，其他雀仔聽到就會即刻飛走避險。大家可能覺得呢隻發警告嘅雀仔好正義、好無私，但事實上只係基因代代相傳嘅本能反應。因為呢啲雀仔知道老鷹最中意攻擊單獨行動嘅雀仔，只要發出警告，周圍嘅雀仔就會一齊起飛，令老鷹以為係一大群鳥，從而降低自己被攻擊嘅機會。你睇，表面上係利他，本質上依然係為咗自己生存，呢就係動物利他行為嘅真相。所以杜金斯先話，只有人類具備足夠嘅力量去反對我哋嘅創造者，反抗自私基因嘅暴政。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我哋到底點做先可以擺脫自私基因嘅操控？第一，接受教育，不斷學習好重要。我哋從出生開始就不斷受到人類迷因嘅影響，學知識、明道理、守法律、學技能，呢個過程本身就係喺同自私基因對抗。教育可以令我哋從自然人變成社會人，唔單止係義務教育，中學、大學階段要好好學習，出來工作之後都要持續學習，終身成長。讀過嘅書越多，接觸嘅優秀文化作品越多，見識越廣，我哋就越有力量去抗衡自己嘅自私本能。第二，輸出文化，參與傳承都好重要，大家千祈唔好睇小自己。事實上，我哋每一個人都時時刻刻喺為人類嘅精神文化寶庫做貢獻，工作中盡力做好自己嘅本分，無論係生產、創造定服務，每一份成果都會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生活中建立和諧嘅家庭關係，培育一個優秀嘅小朋友，都有利於文明傳承。如果你願意透過網絡媒體平台分享自己嘅見解同心得，仲可以影響更多人，格局再大啲。你仲可以創作繪畫、音樂、文學作品。一個人嘅生命好有限，但佢創造嘅精神文明成果可以一直流傳落去。就好似孔子、莊子、蘇格拉底、達文西呢啲歷史上嘅傑出人物，佢哋身體裏面嘅基因可能而家只剩低一兩個，但係佢哋創造嘅精神文化作品依然係影響住全人類。呢啲作品教識後人什麼係真善美，幫助人哋擺脫自私基因嘅操控。呢就係迷因嘅力量，亦都係人類不同於其他生物嘅關鍵。總結一下，基因嘅自私性係與生俱來，從誕生嗰一刻起就注定要追求生存同複製。為咗呢個目標，佢製造出細胞、生命個體，甚至不惜用表面利他嘅手段去實現自私嘅核心目的，
但人之所以為人，正正因為我哋擁有迷因，能夠實現精神文化嘅傳承同創新，呢種能力令我哋嘅科技不斷進步，經濟持續發展，社會規則越來越完善。我哋可以透過接受教育同傳播文化，用無私牽制自私，實現利他同利己嘅平衡。好啦，自私的基因嘅全部解讀到呢度就完。我哋簡單回顧一下：第一，地球生命嘅起源，30幾億年前，原始海洋裏面嘅有機物質經過漫長時間嘅聚集同重組，形成基因。基因嘅天然屬性就係追求生存同複製。喺太弱流強嘅環境下，為咗更安全穩定，基因製造出細胞，細胞再慢慢演化成各種生物，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生物都係基因嘅外殼機器，負責為基因提供穩定嘅生存同複製環境。第二，基因嘅自私性係如何影響人類？基因會操控生命個體，做出各種自私行為，比如黑頭勾食自己嘅初鳥，螳螂交配後食左雄性，本質上都是為了自保和培育後代。人類社會的父母偏心、男性出軌等現象，背後也係有自私基因驅動。好啦，自私的基因嘅全部解讀到呢度就完。我哋簡單回顧一下：第一，地球生命嘅起源，30幾億年前，原始海洋裏面嘅有機物質經過漫長時間嘅聚集同重組，形成基因。基因嘅天然屬性就係追求生存同複製。喺太弱流強嘅環境下，為咗更安全穩定，基因製造出細胞，細胞再慢慢演化成各種生物，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生物都係基因嘅外殼機器，負責為基因提供穩定嘅生存同複製環境。第二，基因嘅自私性係如何影響人類？基因會操控生命個體，做出各種自私行為，比如黑頭勾食自己嘅初鳥，螳螂交配後食左雄性，本質上都是為了自保和培育後代。人類社會的父母偏心、男性出軌等現象，背後也係有自私基因驅動。第三點，我想同大家講下人類到底點樣對抗呢種自私基因。雖然話基因嘅自私性睇起身好似係整定嘅宿命，好似我哋冇得揀咁，但大家唔使灰心，因為人類有一樣好犀利嘅能力，就係迷因，也就是文化傳承嘅能力。正正因為有呢個能力，我哋先至可以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唔使被基因嘅自私性綁死。具體點做呢？其實好簡單，透過接受教育，一路學習，同埋主動去參與文化嘅傳播同傳承，我哋就可以用無私嘅念頭、無私嘅行為去牽制住基因入邊嘅自私本性，最終做到利他同利己之間嘅平衡，唔會淨係為自己着想。大家平時都經常講人之初，性本善，對唔對？但如果大家聽完我分享呢本書嘅解讀之後，可能就會對呢句說話產生疑問。咦，原來人性唔係一開始就淨係善。其實大家唔使誤會，道金斯講基因嘅時候，只係客觀咁描述基因嘅本質啫。如果大家覺得自私呢個詞聽起身有啲刺耳，唔好聽，咁我哋換個講法，就叫佢自我生存本能。咁樣係唔係容易接受好多呢？而且我要強調一句，道金斯從來都冇話過自私係正確嘅，係可以被接受嘅，恰恰相反，佢更加着重講人之所以為人，唔同於其他生物，最關鍵嘅一點就係我哋有足夠嘅能力去對抗、去抗衡呢種自私嘅基因。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心裏話：好好生活，認真過好每一天，先至係基因賦予我哋最崇高、最高嘅使命。希望大家聽完我今日嘅分享之後，都可以對人性、對生命有一個更深刻、更通透嘅理解，對自己嘅生活亦有一份不一樣嘅感悟。呢本書就介紹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分享俾你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